大家好，24節氣的立秋到了，但外面天氣仍非常熱。民間俗稱這個時期叫秋老虎。雖然名義上入了秋，但暑熱還未完全退去，所以我們不可大意。在保養方面，還是要以夏季的清熱消暑為主。《黃帝內經》提醒我們，秋冬養陰，從立秋開始，大自然的陽氣開始收斂，陰氣漸漸增長。道家最講究清靜無為，收藏內斂。這個季節既是萬物成熟收穫的時候，也是我們人體陰陽代謝的過渡期。所以不管是你的飲食起居、運動鍛煉，還是心情，都不能操之過急，保持內心的平靜，就像把能量悄悄收藏起來一樣。這才是順應自然的最高智慧。所以從今天起，早點睡，別大汗淋漓地劇烈運動，多吃點滋陰潤燥的食物，順應四時，才能與萬物一起生長。今集盧主持分享到呢一度，鍾意我哋導遊心學嘅節目，結良緣辣福點讚，訂閱我哋嘅頻道，下一條片再見，拜拜。